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伫过去将近有4、5礼拜的时间，咱通过四旬节的备办，伫今仔日咱已经到伫樟树主日。当咱进入到伫樟树主日的时阵，嘛是代表教会已经进入到伫受难周。愿上帝来带领咱，互咱会当伫今年的受难周中间。有上帝的听来成做咱的帮衬，有上帝的祝福，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性命来得到更新。透过安尼来，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更好。愿主来引带甲祝福。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预备听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主你的带领，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2月份开始。包括伫3月份，阮将近有4、5礼拜的时间，阮咧备办受难周。伫今仔日是樟树主日，也是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城。当阮通过伫今仔日的礼拜，嘛通伫即中间来纪念耶稣行上苦路的要紧。愿主你来引带，也愿主你来带领，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成做阮的帮衬，成做阮的救赎，互阮通成做新创造的人，会当甲上帝的关系更好。透过安尼来活出见证，通荣光上帝。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也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我想，咱伫每一年的樟树主日若到，当然教会有布置以外，搁较要紧的，嘛是来提醒咱，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时间点。伫基督教的内底，应该是讲伫包括所有的全世界的基督宗教，伫今仔日开始，拢进入到伫樟树主日。透过伫樟树主日。咱开始纪念耶稣入耶路撒冷城，伫苦路的中间，会经历着真多的代志。总是遮的代志，拢是利益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所以通过伫樟树主日的这粒，牧师嘛真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受难，咱接续这礼拜的中间，咱大家。尽量来避开参加喜庆宴席或者是旅游，好好透过灵修，通过读经、祈祷、甲聚会，来好好思想耶稣受难的信仰的意义。所以为着要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伫信仰的中间来得到帮衬，咱对拜三开始，拜三暗的8点，伫副堂。咱有读经、祈祷、甲吟诗，通过一个礼拜的形式来邀请咱做伙用着安静静谧的方式，来互咱会当甲上帝的关系更加亲密。咱伫拜四暗嘛有太祖的礼拜，希望咱会当通过太祖的礼拜，互咱的节奏、互咱的性命会当来得到安息以外，嘛互咱的人生。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来得到帮助。伫拜五，咱有北山区联合的圣餐礼拜，咱通过主受难的时阵的圣餐，会当通过安尼来有份伫耶稣基督的恩典。透过伫遮的礼拜安排，就是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耶稣受难的中间来去明白耶稣对咱的要紧。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听，因为上帝透过耶稣来成就咱的拯救，互咱因为耶稣来重新得到快乐。我想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遮的经文大家拢真熟，因为伫每一次的樟树主日，4本福音书耶稣骑驴入城的这个故事，咱对主日学听到伫礼拜堂。
但是伫每一次的中秋主日，咱去纪念耶稣阳光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当咱亲像拄则的圣诗来吟唱讲顺城的正女子，然后伫城内伫遐喊何塞那何塞那的时阵，到底耶稣入耶路撒冷城对咱有啥物款的信息甲提醒？我想特别伫今仔日讲11章马可福音书11章的正经，咱由原来透过整个马可福音书的脉络来，互咱更较清楚。伫整个马可福音书中间，如果咱若对中甲破一半，对第8章开始，耶稣来问起着伊的学生讲：“我几罪？”彼得来甲伊讲起着：“你是基督。”通过安尼，耶稣的身份开始显现。耶稣嘛伫山顶，伫遐来显露出一个弥赛亚的形象，互所有的人去明白讲，原来因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是生做一款。所以伫接续耶稣有连续3摆的预告，伊特别死，因为所有的祭司长、所有的长老，包括所有的经学教师，拢要来害耶稣。原因只有一项，因为因认为耶稣的存在是带来威胁。所以透过这个问题，咱会当去明白讲，伫12个使徒伫咧讨论有关耶稣是毋是要上苦路、要入耶路撒冷城这款要紧代志的时阵，既然伊的学生伫遮开始咧相争，伫遐咧争讲到底什么人较大，甚至雅各甲约翰伫遮嘛伫为着权力的问题来甲耶稣讨讲，互我坐伫这边，互我坐伫你的倒边。但是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的前，有一个真要紧的神迹。也就是耶稣来医治巴底麦。这个巴底麦是一个痴迷人，但是透过耶稣的医治，互伊的目睭开，嘛互伊有信心要来跟对耶稣。各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讽刺的对比。对着耶稣的学生来讲，这12个人有可能对耶稣已经超过2年、3年的时间，但是因拢认为讲耶稣是一个真要紧，是政治上的弥赛亚，是一个君王，要带领因转去到家己的土地，伫遐独立建国的一个弥赛亚。但是这位巴底麦，伊毋捌跟对耶稣，伊只不过听见着耶稣的名，欢喜互耶稣医治，然后伊用着信心来跟对耶稣。各位兄弟姊妹，对第8章一直到第10章，咱看见着讲跟对耶稣这条路是用着信心来行。跟对耶稣的这条路是透过信心、透过顺服，做伙来向耶稣举十字架，准备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伫接续，咱看见着整个的马可福音书的记载，包括到伫圣殿，包括到伫这个本丢彼拉多的面头前，伫遐做信仰告别的中间，整个耶稣的道路是一条跟对耶稣的道路。耶稣的道路是一条跟对信心顺服的道路。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看见着讲真侪人举着棕树枝，然后将伊的衫，然后这个铺伫这个道路顶面，互耶稣徛过。咱要知影。耶稣入耶路撒冷城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要来过搬过节。耶稣要来过搬过节的时阵，伫遐伊来感受到整个过年过节迄款的要紧。侪百姓举着棕树枝伫遐画休，伫遐来互相祝福。照整个以色列的记载中间，百姓举棕树枝伫遐压的时阵，树枝会当来碰到边仔遮的百姓的面，代表讲这是一个祝福。所以当遮的百姓真欢喜咧过年过节的时阵，总是耶稣伊骑着一只驴来入耶路撒冷城。伫过去，咱咧讨论耶稣骑驴这个记载内底，咱拢真清楚，是一个和平，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形象。总是
咱倒来到伫整个希腊文的解说内底，耶稣骑即只驴啊，都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带来得救的信息。耶稣骑驴带来得救的信息，透过和平的形象，要来互所有欢喜接纳耶稣基督的人，来向上帝的关系会当有更好。所以，伫耶稣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遮话休的声来安尼讲，迄个得要来的国，就是咱的祖公代表的国，应该着俄勒啊！伫至悬的位何山那，通过画何山那即款的个别，也就是百姓咧期待上帝的拯救。但是真趣味，伫咱的基督教的历史的中间，一直拢是一个悲剧。对耶稣看学生，到伫耶稣入耶路撒冷城，到耶稣的死，咱看伫规本的圣经内底，学生、百姓，甚至遮的兵丁，拢是对耶稣误解。因为对耶稣误解，所以百姓所期待这位耶稣，是认为应该要带因转去到伫家己的土地，伫遐独立建国的耶稣。但是实际上，耶稣入耶路撒冷城，是要带来拯救的信息，通过安尼来明白，遮的百姓因体贴人的意思。遮的百姓无认捌耶稣是一个人子的弥赛亚。我想伫去年，包括前年，咱通过马可福音书的查经内底，包括伫拜五暗咱的查经班，咱拢有特别强调，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1节一开始就甲咱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当咱明白讲耶稣基督是上帝囝的时阵，但是所有的人拢毋捌，所有的人拢毋捌耶稣。那上过查经班的就知影讲，干那一种物件捌耶稣，叫做鬼，鬼才知道啊。鬼才知影耶稣是啥物人，所以鬼看到耶稣会惊，然后妇女认捌耶稣，所以甲上界珍贵，才会香油来抹伫耶稣的骹，或者是头毛。我想透过耶稣的形象，透过耶稣的身份，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咱爱去清楚知影讲，耶稣入耶路撒冷城，伊是要带来拯救的信息。伊带来一个和平，就是讲有关向上帝和好关系的一个形象，来到伫众人的中间。总是咱伫过去有太侪时阵，拢咧讨论讲，即只驴是谦卑。不过，伫今仔日，我真希望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好好来思考，咱换一个角度来想，当即条耶稣要行的苦路，即只驴对耶稣的意义是啥物？当面对着众人伫耶路撒冷城，无论是门口或者是伫城内，逐个人伫遐兴奋，伫遐欢休，充满着信仰即款的目的的时阵，但是咱看见着即只驴安静，咱看见着即只驴点点来带着耶稣，互耶稣骑伊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因为就亲像耶稣甲学生讲，主欠名医，主欠名医来互咱重新去想，即只驴就亲像圣经的记载，伊袂捌有人骑过，所以即只驴无有受训练，即只驴是无人有教导过的一只驴所以换一句话讲，即只驴应该是真野蛮、真野性，但是伫耶稣骑伊的时阵，伊煞点点安静，互耶稣来使用。带耶稣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带耶稣迈向到伫上帝的旨意。
的目标。简单来讲，这只驴啊，伫马可福音书中间，互咱看起着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伊的顺服来互耶稣所要带来拯救的信息，来成做真要紧具体化的典范。特别伫马可福音书的耶稣，咱干那论马可就好。马可福音书的耶稣是一位罗卜的形象的一个耶稣，所以当耶稣骑这只驴啊，然后这只驴啊真安静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阵，然后耶稣讲主要欠用伊，咱会当去想象一个罗卜互主人车教，主人完全来配合，罗卜完全来配合主人的指示。要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来完成主人真要紧的一个指示。顺服伫整个的圣经来讲，伫旧约有一个真要紧的前提，就是因为对上帝的敬畏。所以每一次若讨论到顺服，都会讲起到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因爱顺服上帝的话，因为因看见过神者，然后因伫遮对上帝有敬畏。但是以色列百姓因的问题，介在伫对上帝的敬畏愈来愈少，演变到最后对上帝毋信。伫新约，咧讲顺服，顺服是和上帝的关系，常时也是表现出人的生活敢有平安。一个人若无顺服，伊的内心就无平安。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和好、和平，拢是同一个字根，拢是伫整个的解说内底，是和上帝和好的一个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和好，会当带来平安；咱甲上帝的关系有平安，就会当带来和平。透过安尼来明白，咱透过耶稣，耶稣是咱的中保，互咱会当因为伊来连接伫咱和上帝的生命内底。伫耶稣的时代，伊所遭受的问题是百姓拢拒绝天父上帝的信息，百姓拒绝弥赛亚，直到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就讲：爱悔改。上帝国君啊，爱悔改来信上帝。悔改就是要来回应耶稣是弥赛亚，通过安尼来互咱去清楚知影讲，悔改是有顺服，通过咱和上帝有建立好好的关系，来互咱的人生来得到意义。伫中秋主日，耶稣迎光入耶路撒冷城，这条苦路是表现对上帝的顺服。但是咱敢有要亲像这只驴啊同款，互耶稣讲，我欠用伊。咱敢有要亲像这只驴啊同款，欢喜愿意互耶稣使用，互耶稣会当进入到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这只驴啊带着耶稣入到伫耶路撒冷城，来去互耶稣带来悔改、和平的信息。若是安尼的时阵，咱是毋是嘛爱互耶稣来成做咱的主人，来将咱家己交出去，毋是照着家己的意思，是照着主人的意思。有当时咱无明白头前的路是啥物款，但是伫顺服的中间，是根据信心的大势来成做领受的成就。伫咱拜二透早、拜五暗时，拢有查经班。那有来参加查经班的兄弟，拢有听过牧师讲起着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我至少讲5遍以上。第一遍伫咱的礼拜堂讲，伫过去伫高雄服侍的时阵，
教会有一位唔捌字的老姊妹，这位老姊妹伊真关心家己的后生，特别这位后生真费累，总是有一日走投无路，只好倒来到家己的厝，我家己的老母。但是伊的妈妈，也就是这位老姊妹，每一日都遐想讲怎样会当互这位囝会当回头，会当细正，甚至通入来到伫教会。伊唔知影伊要安怎做，因为伊唔捌字。伊对少年到伫教会，就来到伫教会礼拜堂坐咧，礼拜煞了后就回去，嘛唔知影要做啥物，唔知影要怎样教育家己的后生。但是，常常伊某一天，伊就想着讲，既然囝伫厝也无头路，逐工食饱了就困，困饱了就食，回去叫后生来读圣经，互妈妈听。每一天读差不多10集，有当时啊若10集无够，就读到1章。读啊读，读到尾啊，这个囡仔煞渐渐就来到伫教会。读啊读，这个囡仔煞渐渐悔改做好囝，然后进入到伫教会，甚至嘛被选做中职。各位兄弟姊妹，这个见证一直成做我个人真大的一个激励。当我每一次听见着这位、想起着这位老姊妹，伊伫见证的中间，安尼来分享着伊这位后生，嘛是伊一世人感觉上界骄傲的一位后生，因为伊的后生到后来伫教会当职了后，伊感觉讲，虽然我毋捌字。但是我因带我的后生认捌耶稣基督。虽然我毋捌字，但是我欢喜互主用来成做传福音的一个出口。各位兄弟姊妹，我相信这位老姊妹就亲像今仔日圣经内底所记载这位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同款。当主要欠用咱的时阵，咱要怎样去回应上帝？咱是毋是会当亲像这只驴仔，还是讲这位毋捌字的老姊妹同款，来带着耶稣进入到伫人的人生中间，来悔改，来信上帝？请大家注意，伊今仔日的经文真趣味哦。当耶稣要用这只驴仔的时阵，嘛拄着踢界哦。为什么？因为伫第3节有人来问，啥事做安尼啊？各位兄弟，当咱要互主用的时阵，倒有人会甲咱问讲，啥事会做安尼啊？如果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版的圣经，伊内底写讲，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咱通过今仔日个经文，再一次来提醒咱所做的一切。是爱荣光归给上帝，互耶稣的救赎的恩典会当进入到伫人的人生中间。服侍无分资历，服侍无分学历，服侍无分讲咱伫教会有偌久的时间。服侍只有当耶稣甲咱讲，我欠命你用的时，你怎样来回应上帝？真侪时阵，咱就亲像伫第3节，有人会甲咱问：为什么安尼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咱唔通袂记住，当咱徛伫教会的门口，无论你做招待，无论你分酒报，无论你驶交通车接送者的长辈，或者是你唱圣歌队伫马大班拜五中昼来遮澳洲报等等遮的事工，咱敢唔得亲像这只驴仔同款？互人会当入来到伫内底，嘛互耶稣入来到伫咱的中间，帮助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救赎的恩典，帮助淡水教会会当领受到上帝的疼痛。我想，当咱若会当互耶稣做咱的主人的时阵，
咱的确会当得到耶稣的肯定甲悦纳。有当时，咱有可能会被问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为着耶稣的服侍，咱唔知影头前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但是咱的信心应该爱建立伫经历上帝的荣耀。咱的信心是要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咱对上帝的疼心是建立伫对上帝的认同甲威信，透过安尼来，互咱的服侍会当活出人生的愿望的快乐。伫咱接续受难周已经到，牧师真期待讲，咱会当有机会，咱好好来读两本册。第一本叫做《当他在十字架上》，一本真薄，一本真薄。内底甲耶稣伫十字架顶的7句话来成做文章，真水的文章，真激励人的文章。透过安尼来，互咱会当好好去想，透过默想，透过暗念，来互咱对耶稣伫十字架顶这7句话来成做咱的激励。第二本册，这本册若伫新学院读册过，拢会读到这本，叫做《基督的最后7天》。这本册某一种程度已经伫台湾绝版，但是如果你若上网去拍卖，都有咧卖这本册。这本册来甲整个耶稣入耶路撒冷城樟树主日，到伫拜六整个这7日的中间，挂耶稣的歌话，这个故事拢成做一本册，那小说共款来，互咱会当来做伙分享。牧师真期待讲，伫咱的教会中间，咱的兄弟会当通过读册、通过灵修、通过祈祷聚会，来互咱对信仰会当有更较深的认识甲带领。各位兄弟姊妹，我想通过伫今仔日的信息，主要使用咱。当耶稣甲女仔讲主欠用伊，其实嘛是咧对咱讲，主欠用咱。主要使用咱，互咱会当为着耶稣，为着上帝国的缘故，因为耶稣要透过咱，亲像伊徛驴仔共款，来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愿主来成做咱的帮助，互咱会当伫上帝的计划中间，将耶稣带来到伫每一个人的身上，互咱因为耶稣，互咱的人生会当无共款。透过安尼，互更较侪人因为耶稣来得到救赎，也互更较侪人因为耶稣的人生来得到意义。愿上帝来带领。最后，牧师邀请咱做伙来吟一首诗歌，咱通过这首诗歌来互相分享、互相祈祷，也帮助咱会当安静心，领受上帝的恩典，互耶稣进入到伫咱的生命内底。来建立甲上帝好好的关系。